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2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首先，咱来关心民生议题。自来水公司配合第20线支线拓宽工程，顺势也来进行着南化水库管线的汰换。对2月26号到2月28號下晝7點配合工程進行停水，一下晝餐廳業者就趕咧欠水。为着要降低民众的无方便，自来水公司也特別設立着160個儲水點，要互民眾來使用。這個台南小食店甲餐廳的業者一早正在準備事前的工作，但第一步就是先欠水。因煩惱為今仔日開始要連續停水47點鐘，恐驚會真歹做生理，所以趕緊來做欠水的動作。因為知道有停3天。停3天哦，会不会很不方便做生意？有，怎么说？就是比较不方便啊，洗东西什么的都没有，就不是很方便的。面對着停水的問題，醫療院所也應變措施，尤其基北病院正正伫800洪災，拄着停水1禮拜，也是安然度過。而備水的經驗算是相當豐富。再加上病院基本都有3天的欠水量，以及地域的水車隊，所以并无受过煩惱。奇美醫院依據醫療院所的設置辦法哈，那本院本來就有一定的儲水的量哈，所以3天的停水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了哈。如果說民眾都能夠配合節約用水的話，那萬一呢有不夠的情形哈，那我們也會啟動我們的備援措施了哈，就是有特約的水車隊啊，會到柳營奇美去把水運回來，提供緊急的需求哈。那萬一柳營也停水了，那我們奇美實業也會作為備援哈。所以在這一個部分，除了呼籲民眾呢節約用水之外呢，那麼也要請民眾來安心哈。配合第20線支線拓寬工程，自來水公司先刷進行南化水庫重要送水管線替換，所以為2月26號一直到28號早起7點為止，包括有9個行政區攏是停水的情形。因此，自來水公司也設立160個儲水點，讓民眾使用。那這條台20里的這條鋼管口徑有2米了那為了穩定我們大台南的供水避免它突發性沒有預警性的一些破損，造成整個大台南1半以上的用水影響所以那加上這條管路也很久了，已經有20幾年了，所以我們利用這次交通部公路總局第5區養護工程處它在拓寬這條道路。我們就順便利用這個機會來做新管的埋設。自來水公司同時提醒民眾出來停水機愛記關掉，以免空等。另外，在恢復供水時，初期送水有可能較無清氣，請民眾先將頭前的水漏掉，等待清氣了後再使用。但是本家山林根採訪報道。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25號伫咧新營舉辦着團結做伙行造勢活動。伫咧初選進入到最後的關鍵時刻，積極造勢擺票，現場有上萬名的民眾攏聚集起來，營造出團結的氣氛。陳廷輝的支持者將新營金華路開到滿，這場新台南新市長陳廷輝造勢活動相當的成功。陳廷輝進場傳閱長的支持民眾，就開了10分外鐘的時間。活動現場也準備了寫着“台南一起戰”的大氣球，讓所有的民眾做伙同樂。支持者也熱情的迎接，並大聲喊着“新台南新市長”。陳廷輝也表示，已經準備好啊，所有針對着台南未來政策，伊攏有所規劃。到目前為止，現主席只有廷輝是所有候選人當中提出的規劃哪都上完整的。11個選舉區，咱全部的哪都攏規劃好勢，不只是11個選舉區攏規劃好勢，咱閣提出5大政策，3、4、5、6、7，台南起飛。
这也是咱这次为虾米用着这个5大粒气球，咱希望要做伙，甲咱人民做伙做市长，会当将咱市政规划搁较好势，将咱人口会当引入到咱台南做搁较侪规划。所以三都是咱的科技三族，这要发展着咱的科技，将咱的就业率来提高，将咱的经济来发展，互咱的少年也当转来到咱的台南。而且咱的农业、四季农业，这会当讲是咱台南上丰富的12个月，咱每一个月拢有咱的农产品，足好食的水果，咱要来甲推展出去。然后第4项、第5项就是咱的文化。咱的5大文化观光族，这就是要带动着咱观光点线面的结合。这届台南市议员拢出面小听，甚至民进党新北市的主委于天也到场小听，不但献唱歌曲，而且也表示甲陈廷辉的感情就亲像一家伙仔同款，也肯定着陈廷辉是大家支持的政治家。于天也拜托大家民调爱为支持陈廷辉。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打提醒，民进党每一位参选人拢唔通抹黑，但是就伫咧台南24号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的团队，就发现到有大量印刷将近20万份，内容是抹黑到黄伟哲的黑函被有心人印出来，因也马上报警察，并且通知到民进党中央，也表示会全面向着抹黑这款的手段来宣战。这个月24号，黄伟哲竞选团队接到支持者的通报，表示有大量印刷无写名，针对着黄伟哲的攻击文宣，也就是黑函被印出来，估计有20万份。黄伟哲竞选总部第一时间就积极找出这寡黑函，并且报警，同时向民进党中央检举，希望将幕后黑手来抓出来。可能对方他也有接到这样子的情知。所以昨天虽然没有看到他们在做派报的动作，但是我们根据非常可靠的情知，确实这个印刷大量的印刷是来自哪里？那我们也要去追溯是谁来委托。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保存了相当的证据。也跟律师讨论过，我们也会具名向党中央来反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种不具名、损毁他人名誉的这种文宣，我们一律设为黑函，一律当作是黑函。而且他如果说只是要转印某周刊的内容，照理说他应该是把他每一个内页都做一个转印。他为什么只有印单面，而且是以耸动的标语要来误导台南市的市民？我相信有人在挑战党中央的呼吁。虽然暂时无查到讲是虾米人来做这件代志，但黄伟哲竞选团队强调，对即马开始会持续来搜证，一直到民调结束。呼吁着支持者大家斗骹手来抓黑函，并表示一定要抓到这抹黑的人。拒绝暗黑，拒绝暗黑，捍卫正派，捍卫正派。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日本群马县水上町甲台南市政府合作，使用着台南的古迹来设立着交流馆，积极发展文化观光，也互当地台湾的游客增加不少。25号由厅长前田善长带着日本式的关东煮甲日本式的麻糍来到交流馆办理义卖，并且要将所有的收入拢用来帮助花莲的地动灾害。水上町对于去年2月份开始，使用着咱台南市的古迹旧台南州立农事试验场的宿舍，并且每一个月拢会举办活动来推展水上町的文化观光。高高的日本风味也吸引侪喜爱日本文化的民众。水上町的町长前田善长也表示，交流过后有较侪台湾人熟悉日本水上町这个所在。2012年到水上町佚佗的台湾游客是1400多人，到去年已经成長到超過1萬人。今年は1万人を超えるぐらいの
那个台南，他们设置这个据点之后嘛，那个台湾这边来的观光客在去年已经增加到4000多人，然后今年他们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到1万多人的观光客，然后另外也希望那个台湾人能够到他们那边水上艇进行更像赏雪啊之类的活动。尽管以往的那个来水上艇的很多人都是进行那个滑雪啊，或是其他一些那个跟那个雪有关的一些运动，但是也希望。光是看雪这个部分，也可能是对一些热带地区，像那个泰国那些地区的人们来说，也是很稀有的一种景象。因此，也希望那个在这个据点设计之后呢，也能让更多台湾的以及台南的一些民众，可以更加理解我们水上艇的美好的地方。因为关心花莲地动灾害，现场也准备了日本的美食关东煮加红豆麻糍来作为预备。并将所有收入用来帮助花莲地动灾害。同时，水上艇观光协会也甲台南市旅行商业工会来签订着观光友好交流协定，希望会当加深着咱台南甲水上艇之间的友谊甲交流。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市湾林义景甲网络名人 A 兰林亚强连续5档号召着网友为失地失灵或者是失去瓦壳的长辈来募集年菜。华山基金会26号公布今年的爱心捐款总共有12万，因也代表着因控在地弱势长辈向各界来表达感谢，同时也安排议员林义景前往关心长辈，场面相当温馨。76岁的老寿芬阿嬷是一位独居老人，过年前因为跋倒受伤，造成行动不便。平常时关怀长者的华山基金会，想要特别邀请议员林义景共同到厝内进行关怀慰问，并替视力退化长辈来亲自加增加，场面相当温馨。特别那个华山基金会跟我来准备一些这个元宵汤圆，然后今天来跟奶奶道喜，也跟她说新年快乐，也大家一起吃这个元宵汤圆。那因为奶奶平常视力自己的这个身体不便，那所以也顺便帮奶奶服务一下，帮她剪个指甲。然后期待这个奶奶生活她的这个骨折这个身体如果康复了之后，能比较这个行动自如然后可以身体健康。比议员林义景甲网络名人林亚强透过网络发起的募集年菜活动，今年已经是第5档。虽然募集的金额甲往年比起来差了真多，不过也是有12万的爱心善款，让伊感觉相当感动，并表示会持续来帮助华山的长辈。很多的原因让我们今年的募款的状况不是很良好。那我想我明年还会再加紧脚步，然后期待在明年的时候这个年菜的这个募集能达到过去一般的水准，让更多的那个老人长辈们可以享受到这个丰富的年菜。过几天就是上元节，借着这个机会，议员也特别亲自订圆仔汤，让长辈享用，陪因度过这个欢乐的节日。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经过一档外来整修甲改造，位伫咧市立图书馆边仔的娱乐堂，3月3号将以着许时音乐图书馆正式甲市民来见面。
早期台南人拢知影演艺场所游乐场嘛是台南上早一个音乐厅，毋过因为漏水严重等问题，拍远无使用已经超过7档。对此，文化局伫前市长赖清德任内支持开5300万进行整修活化。现在呈现伫观众面前，就是结合台湾民谣创作前辈科技音乐加文本，用科技音乐图书馆的身份，专心甲市民见面。所以未来这个空间也可以让很多人来到这个空间，可以阅读这些音乐的相关的资料、杂志，也可以在这边聆听一些音乐。那同时这个空间，那我们整理之后也可以开放给很多的表演艺术团队在这个空间来做使用。同时这个空间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彩排空间，大中小型都有。那也可以开放给一些年轻学子的一些乐团在这个地方做练习。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音乐图书馆。那目前国内这样子的音乐图书馆的空间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的改造，让这个空间重新的活化。为了让民众更加深入了解该馆的历史甲活化以后意义，文化局特别先开放媒体参观，一个空间详细了解。未来不管是馆内乐坛音乐总师、组织音乐唱片欣赏，也是坐伫当时翻修的座椅来观看电影等等，拢是一大享受。加上电影的多功能，嘛让民众相当意外，赶伫开幕进前提早来感受。大家觉得就是好像可以坐在这里很舒服的听音乐，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很方便的一些像 CD player 跟2楼的一些线上收听的音乐，就不用自己都当低头族拿着手机一直听音乐这样子，反而坐在这里耳机听，感觉是很方便的。对发出音乐的趣味楼梯起嚟，就是充满怀旧气氛的科技歌，甲伊的故事灯饰展览馆当中，同款精写一趣味活动，和参观更加活泼。我们可以有一个布展的地方，就是许时玩音乐的地方哈。那我们挑了2首曲子，那这曲子就是民众可以借由这曲子，然后透过旋律来听一听不同的许时的音乐。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最主要是让民众第一个除了认识许时之外，也透过这样的能够对音乐有一些兴趣哦。该馆中心甲民众见面，每一个空间甚至每一个墙面甲角落拢充满卡数，欢迎所有市民伫3月3号正式开幕以后充分来利用。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8月15号将迈入第4档，主办单位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大饭店为着要宣传今年，佮特别增加了最佳造型奖，特别邀请到侪超级英雄的装扮来助阵，邀请到民众会当来参加比赛，挑战家己，也佮会当做爱心。所有参赛者8馆并40站楼运动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除了成为台南指标性的比赛，更难得是活动所得扣除支出已经捐出超过120万，予台南家护中心。毛今年4月15号要登场的比赛，副市长张正元特别到场支持这款挑战家己，同时嘛做爱心的活动。那这个登高的活动呢，其实非常有意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楼不在高，有爱心最重要。虽然我们没有101大楼高，但是我们比它有爱心。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感谢这个活动呢，我们虽然办了第4届，每一届呢，我们都把报名费的扣掉开支之后，再扣掉各单位的赞助之后。所结余的，我们都捐给社会需要的单位。主办单位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表示，今年除了分男主组、女主组甲团体组以外，佮增加亲子趣味组以及最佳造型奖。所以会中热心公益的新职义工队的装扮各种超级英雄来助阵，鼓励参赛者变装打扮，也佮有机会抽香港来回机票。
来自全台各地来到台南支持，我们就要支持登高府城为爱出发。我们这边呢，大家会在4月15号当天登高的活动呢，会一起来到台南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一起为爱而跑。主办单位邀请民众把3月10号之前拥有报名参加。等新闻馆及何强邦参与报道。海尾调风宫将伫咧元宵节举办平安灯会，由一学生亲自设计、亲自制作有创意的花灯，非常的美丽。即马就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海尾调风宫的大灯挂着一粒一粒彩绘花灯，顶面的图案除了描绘建筑、雕神下鱼的场景以外，真侪也阁融入大港生态元素。这花灯是海尾调风宫为了3月2号大庙行恶平安灯会，特别由临近学区的学生创作比赛而来。拜拜的时候也有那个酬神戏，然后在我们家那里也有酬神戏可以看，然后阿嬷就带我去看酬神戏，然后刚好这次可以画酬神戏，然后我就画了酬神戏。案台是我们台江的，所以我就画了2只手，然后比一个爱心，就代表是保护台江的特有种、特有水。然后我这一次在旁边还画了一些动物、一些生态，然后还有人在观察。这届入选的100多件花灯，拢非常有水准。参赛学生必须先画出平面的设计图，并审入围，才当画到花灯顶面。调风宫主委吴振迪表示，花灯创作以旧年文化建筑为主题，让学生参与创作，希望会当培养出对在地信仰的认识甲认同。事先要比赛的时候，按400几个报名学生咧，按小朋友吼，伊要先画伫平面的。平面的经过评审了，较入灯了，较开始较画灯立体，伫安尼灯，所以讲每一个灯画出来拢真生动啦，足个充满着迄个要如何关心咱即个土地，要如何关心咱的地方等等的即个内容所以讲非常的生动海尾调风宫推动大港大庙行恶运动，借着年节的活动，举办各种活动甲课程。今年的元宵节，透过学生彩绘创作，让整个灯会更加具有传承的意义。庙方欢迎大家伫元宵节做伙到调风宫看花灯、听音乐、食平安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去年12月份，北门南昆新大天府、六甲赤山龙虎岩这两间庙，总共4尊的百年神像向偷走，这件严重的宗教大事。立委陈廷辉一接到消息，就马上转请刑事局来侦办，而且相当幸运，伫咧神像向转卖到海外进前来找回来，信众拢相当的欢喜，也因此24号这天。这庙宇共同来举办着社神的感恩戏活动，场面相当热烈。抱着走找回来新尊，将新尊恭请到神坛上，伫咧北门南昆新大天府、六甲龙湖岩、新营太子宫、盐埕北极殿，这4间庙宇的代表以及立法委员陈廷辉的敬拜过后，这4尊的神明再次出现伫咧民众的眼前。这4尊的新尊会当找回来。这其中，立法委员陈廷辉斗骹手真济，伊也将整个事件缘由向大众来说明。这4尊已经超过几600年的神像，咱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找回来。我相信这会当讲是天助，嘛爱人助。这个人助，就是感谢着咱的警方，会当讲第一时间。当我接受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我就向着咱警政署相关单位、咱的署长，甲着咱的刑事警察局，甲因报告，一定要8号分机，全部甲咱海陆空，全部有可能会将神像偷运去到
中国的所有管道全部拢爱甲维护起来，拢爱甲防止起来。所以第一时间，咱做了这个动作，所以新上无法度透过咱的海陆空走去中国，咱唔才有机会甲吹转来。所以我相信，咱的着军官议员，甲着咱坐咱所写的好朋友，包括新营太子宫，咱的盐田北极点，大家知影讲，这个部分新上的写成非常的重要，所以较特别今仔有这场。为了要分享找转来新春的感动甲感谢，立方不但伫咧台顶分送福气的饼予民众，同时也特别请来宁花园中原亲子南下盛装打扮，有姿态万千的女郎，也有翻身动作1:1的歌手，演出上届精彩桥段要来写神，也甲所有台下的观众做伙来分享这欢喜的心情。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多云，温度16度至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